最近针对教育部长期以来甲台语叫做闽南语这款无尊重台语族群主体性的称呼，伫网络顶头是吵甲热噗噗。关注台语议题，民进党立委陈培如和张雅玲，今仔日伫立法院质询时阵，也要求教育部着爱积极改正，甲闽南语改做是台湾台语。教育部表示，若准含课纲无牵连的这业务呢，亲像是语文检定、语文竞赛、文学奖等等，因会伫咧一个月内讨论出结果，看安怎调整。无论是教育部的面册文章、线定字典，还是全国语文竞赛等等，只要甲台语有关，教育部拢是用闽南语来称呼。毋若引起民间团体的不满，台师大学者嘛有写电证书，呼吁教育部改做台湾台语。毋过教育部的回应是讲，无社会共识和课纲暂时无法度顶当做理由，毋改。关注台语议题，民进党立委张雅玲，伫摆是立法院质询的时，就针对118课纲问教育部敢会愿意往台湾台语的方向调整。在我们这个6月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如果有结论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118课纲里面去用台湾台语这个字呢？这还是要看到时候的结论了。对，我说如果到时候的结论是这样，对，就是要看那个结论，还是要看那个结论。立委张雅玲表示，文化部打算伫今年6月至10月中间要召开国家语言发展论坛会议，会针对台语的名称来讨论。教育部答应讲会把这个会议的结论放入去118新课纲来讨论。另外，毋是课纲业务范围的部分，亲像语言检定、语文竞赛这些，立委陈培如嘛要求教育部赶紧改做尊重语族主体性的台湾台语。语言检定、语文竞赛、文学奖词典名称，把闽南语改成台湾台语这件事情，这边可以积极进行相关报告研究吗？是不是我们把1个月内把这个相关的报告就给委员？好，那我希望这个报告里面呈现的不要再只是做相关研究的启动，因为它确实可以做积极的调整。教育部政务处长刘明基答应讲，会伫1个月内，甲课纲以外业务整理出来研究，讲要安怎改。立委表示，教育部的回应看起来也真保守。虽然5日空要上任的新教育部长，敢会积极回应台语族群9年来的5望正名做台湾台语，大家拢在金上。记者卢尚珠、曾春瑶台北报道。